今日咧就係5月19號，嗱，上到嚟呢個大耕中有條標高柱，海拔537米，係啦。頭先咧就係響呢個昂坪嘅大草原啊，都已經影咗個視頻噶啦。嗱，依家響呢度居高臨下望落去呢個昂坪嘅大草原，係啦，好平啊！好少有呢個山頂咧咁平嘅地方，可以做得機場嘅跑道啊！嗱，嗰啲草好靚啊！嚇嗱，隔離都有嗰啲草地，哇，好似半熱型，好靚嘅草地。呢個係下邊嘅昂坪嘅草原啊，唔多介紹啦，頭先介紹過啦。嗱，下邊咧就係西貢咯喎嚇，西貢海啊，西貢嘅島嶼啦嚇，非常之靚嘅。係啦，對上嗰幾日咧，去個九龍公園嘅嘆子館，睇到個恐龍化石。香港嘅恐龍化石咧係響2024年10月，係響呢笪地方紅石門海峽其中一個地方咧係赤洲。2024年10月發覺咗恐龍化石咧，嗰排嚟咧就係嗰啲專家封個島啦嚇，唔准其他啲人入去，就俾後邊啲嗰啲專家嚟去研究發掘所以依家擺咗九龍公園嘅嘆子館嗰度。恐龍咧統治地球係有2億年之久噶嚇。有啲專家、天文學家嗰啲估計咧就點解會恐龍響地球生存咗2億年都唔會進化到好似同人類咁聰明嘅咧嚇？經過專家話咧，就係話嗰啲恐龍咧，嗰啲牛隊同埋嗰個物種咧係唔會變聰明嘅。統治咗地球2億年都唔會變到聰明嘅動物，唔同人類嚇，人類響地球嘅咧就係幾十萬年嘅啫。由猿人嗰啲馬騮爬行動物，經過幾十萬年進化退化而形成今時今日嘅人類，聰明嘅人類係幾十萬年恐龍就唔得啦。恐龍點解會滅絕㗎？恐龍喺6500萬年前，呢個太空中有一個隕石，隕石直徑10公里研究得出嚟結果咧，就係喺墨西哥嗰個海域撞落個地球嘅墨西哥嗰個海域咧，就形成有200公里嘅隕石坑響太空上睇到嘅。所以咧，專家估計咧就係恐龍係響6500萬年前滅絕咗噶啦。所以咧，嗰陣時點解會有恐龍化石遺留下嚟咧因為火山爆發撞落嚟地球咧，經好多火山爆發，即時恐龍先變成化石嘅如果化石嚟講咧，你唔係火山灰即時擁住啲恐龍咧，係變唔到化石嘅，係啦。有啲專家話啦，好似6500萬年前由恐龍滅絕咗啦先至有今時今日嘅人類。點解因為嗰個年代恐龍咧霸住個地球咧係食肉獸嚟噶好多爬行動物咧都唔夠恐龍食晒嘅，所以咧就係話好在恐龍嗰一段時間滅絕咗，先有人類出現。係啦，睇下呢邊山脈咧，就係呢度係馬鞍山喺呢度附近最高嘅山峰。香港嘅高度山峰排行咧係14，704米高。呢個馬鞍山我哋叫做碼頭係啦。呢度居高臨下望住咧，就係遠望嗰邊就係呢個大埔。係啦，大埔就一個海域咧係維多利亞唔係
吐露港海啊，近鏡嘅就係馬鞍山，對面就係香港中文大學，係啦。馬鞍山近鏡啊，依家咧遠望嗰邊係沙田區啊，沙田呢座山遮住馬鞍山下邊好多樓啊，係啦。最遠望嗰邊咧就係又係沙田，同埋大圍啊，大圍係啦，嗰邊咧就係生物咧就筆架山啊、獅子山啊，近鏡嘅咧就黃牛山同埋水牛山啊，海拔都602米噶吓，係啦，最遠望嗰邊咧就係呢個飛鵝山，有發射塔嗰度啊。喺九龍同香港最高嗰個山604米，係啦。最遠望嗰邊咧就係呢個香港九龍啊，好蒙啊！依家啲天色都唔係咁晴朗吓，落咗半個月雨啦吓，今日比較好天啲嘅啫。係啦，嗱，依家就係嗰邊啊，將軍澳啊，係啦，釣魚翁頭先介紹過啦啊，